的是这个台南的安定区公所，家具停车场改建做绿电的停车场，讲安尼佫会当卖电哦，一年会当为公所赚20万。安定区公所利用公所西边停车场设高价太阳光电的设备，改善早期旧凹的环境和停车格收益问题。那也在法令上的允许之下，停车场的空间可以做绿能的开发。这座在高价太阳能光电设备所在，平常时啊，予公所员工和厝边头尾民众停车，当地8个礼拜卖办只的活动。区长讲，还有充电的设备，提供予电动汽车和机车充电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我们这边还会增设我们所谓的汽车的充电座。安定区公所讲，等台这座全新的太阳能停车场做好势，一年会当发电25万度的电量，但是公所到20万的收入，唔来当响应国家热能的发展，可当改善停车场的环境，真正是一兼二顾，蒙拉兼细苦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